大家好，所有識漢字嘅人都知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打字。我自己常用嘅就係粵拼，通常我用 Gboard 或者小龍號打。幾個月前我拍咗一條 IG Reel 講我點樣用粵拼打字。我問大家平時用咩輸入法，結果收到好多唔同嘅答案，但係最多人答嘅就係 Chonkit。我之前都有聽過 Chonkit，不過睇落係好複雜，所以我就諗不如挑戰下自己，試下學下用 Chonkit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即刻去試下直接用 Chonkit 打字。好啦，咁我開始啦。好啊，我都試下用電腦做。一就係一，二就係二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。哇，咩㗎？呢個係咪四？咁我呢個一二三四五會變一，呢個就放棄。當然應該冇咁簡單啦。第二步會喺網上睇有咩 chart 可以睇點樣打字。哇，咁誇張！寫 B 先，跟住 C， 我加個 M 咧，完全唔啱嘅。天係 W， 跟住加個二字會變。哇！我做得到，其實唔難，係點啦 ？OK， 我估係一幕，加個 M 啊！哇，落咧 E，OK， 加個 E， 跟住 M， 應該係 C， 再係 C 啊 ，OK， 完全唔啱。哇，點算咧 ？L 個撚 Y 同 C 會點咧？係啱嘅，估唔到會係啱嘅。七。其實頭先我見到個七係 P 嚟嘅，點解揾唔到 U 加 M 加 U 咩㗎呢個？其實你哋會點樣記得所有呢啲嘢？我以前講錯，其實唔容易，係好難嘅。啊，應該係 U 同 H。算啦，我放棄咗，我會睇字典啦。咁我試下七會點寫 ？JU 哇13七，咁應該八係容易啲。C OK 都唔啱嘅。知道通常係八係咁樣寫八 HO 啊 ，OK， 我明白，因為呢度係去左邊嘅 stroke， 跟住去右邊條 stroke。HO 咁變成八，即係我要記得所有個 pattern。九，如果呢個係 H 係 N 啊 ，HN 變咗幾？咁寫九咧係應該係呢個，跟住呢個 LA 9 KN 個 K 係點解係咁嘅？呢個啊完全唔似九啊 KN 變咗九，十應該容易啊，因為我見到有10個字啊，係呢個應該係10嘅。哇，10係咩啊 J 第一個 challenge 做完，好輕鬆啊！我講笑，其實係好難。1、2、3 OK 呢個都冇問題，你4、5、6開始有問題。結果我勉強達到1至10，但係好明顯要學識 Chonkit 唔係咁易，所以我就開始揾啲資料，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學啲基本。做完第一個 challenge 之後，已經過咗幾個日，跟住我諗住第二個 challenge 係少少認真啲，試下我可唔可以學得到 Chonkit。呢個係我喺 Reddit 嘅 thread 揾到點樣學 Chonkit。歡迎嚟到語音研究所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條片啦。好啦，多謝語言研究所睇個 video 之後，可唔可以用得到？第二個 challenge 即係呢個，我搭巴士返學 ，I go to school by bus。點咧？睇一睇，因為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呢個好似手㗎，係咪知道唔係嘅？但係呢個位度有點寫呢個 HDI。有啲唔啱嘅，點解咧？我冇再睇。HQ 真係手字 HQI。OK， 但係好
第二應該係 QT， 跟住加個人，呢個係 M， 咁嗰個口，但係佢話呢個唔需要加個口，我做得到。化整體嗰個係呢個，跟住加 AV， 點咧？AU， 我記得呢個有 G 唔得嘅，咁如果唔係嘅，我 sub 同埋 M 就係 JM。好，通常呢個係左邊有 Y， 會有呢個 Y 啊 HE。好，黐埋一齊 YHE。好，呢啲係咪難嘅字？呢個 N 加 S is not correct。睇下點打先。ND 上邊嘅部分 JND 係呢個係難，所以我覺得如果係真係難會點咧？OK， 我唔明白呢個點解係咁嘅 BNDHB， 所以我打得到我都覺得有啲失望啊，因為我完全明白點解呢個係學嘅。學識咗啲基本之後，我都覺得自己行緊啱嘅方向，但係用倉頡打句簡單嘅句子，都總係覺得好難，所以我就去 Threads 問下香港人有咩 tips， 然後最多人建議嘅係同朋友喺 MSN 或者打 online game 傾偈，揾片新聞或者歌詞嚟練，上網同人鬧交。我諗不如用 Threads 或者 Discord 同人傾偈啦。但係我又驚人哋唔想等我20分鐘先覆到一句，所以就放棄。之後我試下打歌詞同新聞，雖然有幫助，但係好多字我都唔識點打，搞到好有挫敗感，冇乜進展，越打越灰心，所以我就索性喺網上揾人嗌交發泄。但係打咗好耐都未打好一句，結果火都熄埋，最後反而覆咗句好客氣嘅回覆。差啲想放棄嘅時候，我見到有人推薦一個專門學倉頡嘅 app， 就係唔識學倉頡，睇落幾易上手，我即刻就 download 嚟試下。用咗唔識學倉頡幾日之後，我覺得自己測倉頡碼嘅能力真係進步咗好多。個 app 幫我好容易記得啲倉頡碼，又學到新嘅，感覺自己開始建立到鞏固嘅基礎。不過仲有啲地方我覺得幾難用，呢啲咁樣嘅我完全唔知。第一部分係呢個，跟住第二個部分係全部呢個啊，就係加埋一個力跟住個月。點解唔係3個力跟住1個月？我以為會係10跟住大。但係其實唔係，係手跟住人個 abbreviation 啊，有時你唔需要寫啲入邊啲嘢，兩個都唔需要寫啊，就係呢個同呢個。有時會有啲嘢喺入邊，呢個都係火手，唉，點學啊？我而家慢慢開始上手，但同時發現自己仲有另一個大問題，就係我本身打英文字都慢，所以用倉頡就更加慢。下個挑戰應該係要練好自己嘅打字技術，呢個只係我學倉頡嘅第一步。希望大家都中意睇我由完全唔識到而家勉強識少少嘅過程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 tips， 點樣可以再快啲學識倉頡？記得留言話我知。多謝收睇。